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十分好書，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每日10分鐘，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大家覺唔覺得做人其實就係一場無休止嘅賭博？由你中學畢業揀讀咩科，出嚟社會做嘢揀邊一行，到你決定同咩人結婚，甚至係今日出街帶唔帶把遮，全部都係一個包含住風險同埋未知嘅投資。好多人一聽到風險呢兩個字，第一時間就會覺得驚，覺得風險就等於危險，最好就係安安穩穩，避得就避。但係你望下身邊嗰啲真正實現咗財務自由，可以掌握自己命運嘅人，無論係頂尖嘅企業家、避險基金經理，定係各行各業嘅領袖，佢哋往往都係一班極之識得同風險跳舞嘅人。點解有啲人可以喺充滿不確定性嘅世界入面游刃有餘，甚至贏到開項，而大部分人就只能夠做一棵被大浪打到左搖右擺嘅韭菜呢？今日要同大家深度導讀嘅重量級好書叫做《風險玩家》，作者係美國極之傳奇嘅統計學大師同埋前職業撲克玩家內特席佛。佢曾經因為準確預測美國總統大選嘅結果而一戰成名。佢喺呢本書入面親身走訪咗華爾街嘅金融巨頭、加密貨幣嘅大佬、職業賭徒同埋硅谷嘅創業家。佢發現呢班企喺世界財富頂端嘅人，其實都屬於同一個隱秘嘅部落。佢哋擁有一套同普通人完全相反嘅大腦作業系統。今日就等我哋一齊揭開呢班風險玩家嘅底層邏輯，學識點樣將生活入面每一個危機轉化為贏面極高嘅好運決策。第一部分，走入河流，睇清風險玩家嘅真面目。要明白呢班人點解咁犀利，我哋首先要了解作者提出嘅兩個極之有趣嘅世界觀。作者將呢個世界分為兩個部落，一個叫做村莊，另一個叫做河流。村莊代表住我哋熟悉嘅傳統社會，入面住住政府官員、學者、打工仔同埋普羅大眾。村莊嘅文化係講求規矩，追求穩定，好驚犯錯。大家嘅目標係要攞100分，盡量避免任何損失。但係河流就完全唔同啦。河流係一個由職業撲克玩家、量化交易員、創業投資家組成嘅生態系統。喺河流入面，冇人會同你講絕對嘅安全。河流嘅文化係高度分析、無情競爭同埋擁抱不確定性。喺村莊入面，如果你做錯決定，輸咗錢，大家會笑你蠢。但係喺河流入面，只要你個決定喺機率上係啱嘅，就算最後輸咗錢，大家都依然會覺得你係一個高手。作者話俾我哋知，現代社會嘅財富同埋權力正喺度以前所未有嘅速度由村莊流向河流。如果你仲用緊村莊嗰套乖乖牌嘅思維去面對呢個瞬息萬變嘅世界，你注定會被時代淘汰。第二部分，期望值係所有決策嘅唯一標準。咁河流入面嘅玩家到底係用咩標準去做決定嘅呢？答案只有3個字：期望值。好多普通人做決定嗰陣，最睇重嘅係勝率。例如一隻股票有8成機會升，2成機會跌，普通人就會覺得買得過。但係風險玩家從來都唔會淨係睇勝率，佢哋睇嘅係期望值，即係將贏嘅機率乘埋贏到嘅錢，再減去輸嘅機率乘埋輸掉嘅錢。作者舉咗個好好嘅例子，如果而家同你還擲銀仔，擲到公你贏10000蚊，擲到字你輸1000蚊。喺村莊嘅思維入面，有好多人會因為驚輸咗嗰1000蚊而拒絕玩呢個遊戲，心理學上叫做損失厭惡。
但係喺河流入面嘅玩家，佢哋會排住隊要求同你玩，甚至想玩足1000次，因為佢哋計過呢個遊戲嘅期望值係極度為正數㗎。風險玩家之所以可以賺大錢，就係因為佢哋識得克服人類天生嘅損失厭惡，勇敢咁去捕捉嗰啲勝率雖然唔高，但係賠率極度驚人嘅不對稱機會。將呢個概念放返落我哋嘅職業生涯度，其實亦都係一樣。好多人為咗每個月穩定嘅幾萬蚊人工，寧願留喺一間冇前途、老細又衰嘅公司度捱生捱死，因為佢哋覺得辭職、創業或者轉行嘅失敗率太高。但係佢哋忽略咗留喺原地嘅長期期望值其實係負數，因為你嘅青春同埋競爭力正喺度慢慢貶值。一個具備長型思維嘅風險玩家係會主動去尋找嗰啲失敗咗只係損失幾個月時間，但係一旦成功就可以改變成世人命運嘅正期望值機會。第三部分，過程與結果分離嘅頂級修養。當你學識用期望值去做決定之後，你會面臨人生最痛苦嘅一個考驗，就係點樣面對完美決策之下嘅失敗。喺撲克牌嘅世界入面，有一種情況叫做爆冷，即係你手上揸住最好嘅2張牌，贏面高達95%，你將所有籌碼推晒出去，但係最後對手竟然靠運氣喺最後一張牌度反敗為勝。普通人遇到呢種情況，一定會大發雷霆，覺得個天對佢唔公平，跟住就會情緒失控，亂咁落注去追數。行內術語叫做上火或者傾斜，但係頂級嘅風險玩家係絕對唔會咁做㗎。作者強調，河流玩家最高級嘅心理修養就係將過程同埋結果徹底分離。佢哋好明白決策嘅質素同埋最後嘅結果喺短期之內係兩碼子嘅事。你可以做一個極之完美嘅決定，但係因為5%嘅壞運氣而輸得好慘。你亦都可以做一個極之愚蠢嘅決定，但係因為行狗屎運而贏大錢。如果你用結果去評估自己嘅實力，你就會跌入馬後炮嘅陷阱。贏咗就以為自己係天才，輸咗就徹底懷疑人生。真正嘅高手只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喺當時我擁有嘅資訊之下，我嘅決定係咪已經符合最高嘅期望值？如果是嘅話，就算最後輸咗，佢哋都會平靜咁接受，然後繼續喺下一局做同樣正確嘅決定。當你能夠將自尊心同埋短暫嘅輸贏剝離，你嘅大腦先至可以保持真正嘅清醒，唔會俾情緒騎劫你嘅人生。第四部分，海利公式與人生資源嘅分配。聽到呢度，可能會有觀眾覺得做風險玩家即係叫我成日去搏命去 all in 啦，絕對唔係。作者喺書入面非常嚴肅咁指出，最頂尖嘅風險玩家其實係世界上最識得控制風險嘅人。佢哋冒險，但係從來唔會魯莽。要喺河流入面生存，你必須要學識一條極之重要嘅數學公式，叫做海利公式。簡單嚟講，海利公式係教你點樣根據你嘅贏面同埋賠率去決定你每一次應該落幾多注碼。海利公式最大嘅啟示係，就算你遇到一個必贏嘅絕世好機會，你都絕對唔可以將你所有嘅身家一次過壓晒落去，因為只要有1%嘅破產風險，經過無限次嘅重複之後，你最終破產嘅機率都會變成100%。喺投資世界入面，生存落嚟永遠係第一法則，因為死咗嘅人係冇資格繼續玩落去㗎。將海利公式應用喺生活度，就係教我哋點樣分配人生嘅資源。
當你後生嘅時候，你冇咩負擔，你嘅破產成本好低，呢個時候你嘅海利注碼可以落得大啲。你應該勇敢去試新事物，去創業，去轉換跑道。但係當你步入中年，結咗婚有小朋友，你就要留有足夠嘅安全邊際，例如準備好1年嘅緊急生活費。你依然可以去捕捉正期望值嘅機會，但係你每次投入嘅資源絕對唔可以影響到你家庭嘅基本生存底線。一個真正聰明嘅風險玩家，永遠都會為自己留定一條後路，等自己無論遇到幾大嘅黑天鵝，都可以有從頭嚟過嘅資本。第五部分，總結與行動指南。好啦，又到咗我哋總結嘅時間。風險玩家呢本書帶我哋走入咗一個冷酷但又極之真實嘅世界。內特直佛用撲克牌同埋投資市場嘅智慧話俾我哋知，要喺現代社會成為贏家，我哋必須要拋棄村莊嗰種逃避風險嘅舊思維。我哋要學識用期望值去評估每一個機會，學識將決策過程同埋結果無情咁分離，去克服情緒失控，並且運用海利公式去做好資金同埋人生資源嘅管理。當你掌握咗呢套長贏思維，風險就不再係一頭可怕嘅怪獸，而係一陣可以推動你人生大帆船破浪前進嘅順風。呢本書我會極之強烈推薦俾所有想提升決策能力、對投資同埋創業有興趣，或者覺得自己人生過得太過保守，想尋求突破嘅朋友。睇完之後，你對身邊發生嘅得失將會有一種煥然一新嘅豁達同埋通透。如果睇完今日呢條片，你只可以選擇做一件事嘅話，我俾大家嘅行動建議係：今晚諗一個你最近猶豫緊做唔做嘅決定，例如係買一個新課程進修，或者係主動要求負責一個新項目。攞張紙出嚟，好粗略咁估算一下成功嘅機率同回報，以及失敗嘅機率同代價。用期望值嘅角度去計一計，如果答案係正數，聽日就勇敢咁踏出第一步啦。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喺你過去嘅人生入面，有冇試過因為太驚失敗而放棄咗一個明明期望值好高嘅機會，到而家諗返起都覺得好後悔嘅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經歷，等我哋一齊互相提醒，唔好再做一棵怕事嘅韭菜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俾個 like 同訂閱，亦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好內容。